有几次我想要受洗归主，但家人都反对，我父母威胁要停止我在国外的教育，并和我断绝关系。这使我非常的难过，因为圣经很清楚指示每个信徒都应该接受洗礼，所以后来我就下定决心要受洗。虽然还是很害怕，然后我一直向主祷告，求主帮助。在我洗礼那天，我哥哥秘密地飞来看我受洗，我非常的高兴。受洗过后，我要面对的就是停学的处罚。我父母非常生气的要我马上回家。在离开新加坡之前，我的圣经老师、朋友和牧师都有为我祷告，于是我带着大家的祝福回国去了。信主之后，许多人都说我改变了。我的女佣说：“你现在不一样了，你以前整天躺在床上看起来很伤心，但现在你却爱帮助人。我也看到你在吃饭前祷告，我知道那一定是上帝改变了你。”我的一个竞争对手也对我说：“你现在变得很好。说实在的，你也让我很想改变。”接下来长话短说，尽管困难重重，我最后还是能够回到新加坡。爸爸是在飞机起飞前的3个小时才通知我说可以回到新加坡继续我的学业。现在我更发现，信主之后，我和家人的关系变得比以前更好。我很高兴能认识并选择了耶稣。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现在还在犹豫，别再等了，赶快给自己一个机会来认识耶稣吧。大家好，我是一慧，我是一名学生，我来自柬埔寨。认识耶稣是我最幸福的一件事。现在让你们来听听我的故事吧。我试着逃着又躲着，害怕面对强大的心魔正在作祟，内心说面对的争斗，谁能了解？好希望能够挣脱一切。认识了我的主耶稣，认识恩典，他有大能力扭转局面，不论我的从前怎样，现在如何，他使我能够口唱新歌。人生多么变幻莫测，别再等待了，现在马上立刻。请不要再耽搁，勇敢地顺服主对你所说的。别再等了，别再等了，赶快交托心中的负荷。主能给你平安喜乐，你是否愿接受呢？别再等了，别再等了，我已经做出我的选择，跟随救主，远离罪恶，你又会再怎样取舍？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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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试着逃着越躲着，害怕面对强大的心魔正在作祟，内心说面对的争斗，谁能了解？好希望能够挣脱一切。认识了我的主耶稣，认识恩典，他有大能力扭转局面，不论我的从前怎样，现在如何，他使我能够口唱新歌。人生多么变幻莫测，别再等待了，现在马上立刻。请不要再耽搁，勇敢地顺服主对你所说的。别再等了，别再等了，赶快交托心中的负荷。主能给你平安喜乐，你是否愿接受呢？别再等了，别再等了，我已经做出我的选择，跟随救主，远离罪
怎样取舍。别再等了，别再等了，赶快交托心中的负荷，主能给你平安喜乐，你是否愿接受呢？别再等了，别再等了，我已经做出我的选择，跟随救主，远离罪恶，你又会做怎样取舍？你会做怎样取舍？耶稣改变了我的生命，他也会改变你们的生命，所以别再等了，鼓起勇气，快来相信主耶稣吧。我的名字叫于红旗，家里面呢从小的时候都很穷，母亲没有办法，一个月要打2份工，为了要挣钱，让我们能够生活可以比较舒坦一点。我的脾气本来也不是很好，所以2个人花时间的时候，有时候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我不理他一点点，我就会发脾气。我是红旗的妈妈，在我们家庭里，每个人的脾气都不是很好，所以沟通就出现了有一点问题。尤其我跟我儿子之间的问题更大。我小学的时候呢，经常被人家欺负。到了中学的时候呢，就不想再被人家欺负了。看到那些恶霸在欺负人啊，让人家怕你啊，那种感觉很好。后来呢，我就参加了他们的那些私会党的那些不同的那些活动，然后开始对学习也没有什么有兴趣，然后最后成绩也不是很好。在学校纪律不是很好嘛，所以学校就派遣了一个辅导老师来帮助我。然后后来呢，加入了很多私会网的东西，其中一样呢就是参加了他们那些斗争，之后呢打打杀杀很多都不同的东西。然后有一次差一点把生命都没有掉，好在有一个朋友的帮助，让我能够脱离那个私会党那些恶霸群里面他们所做的一些东西。所以脱离了过后呢，有一段时间就其实觉得有一点点迷失这种方向这些东西，因为我以前是恶霸嘛，所以恶霸那些好的学生就怕我嘛，然后我又怕那些恶霸嘛，所以就变成好像我没有朋友的感觉。在这个时候，那个辅导老师又出现了，然后我突然间又对我很好啊，这东西又花很多时间，那后来就开始对他有一个比较正面的想法和观点他人很好啊，驾车载我回家，他就开了一首基督教的音乐嘛。然后我以前是从基督教的中学来的嘛，所以我有听过这首歌，我突然间哼了起来。你会唱歌哦，跟我一起来教会啊，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唱歌好吗？然后我就说好啊，然后我们就花了时间查经，认识了教堂的朋友，然后最后这些教堂朋友对我很好，让我感觉到有一个家的感觉，最后我就洗礼，然后加入教会。他就去到那个教会我就觉得很奇怪，他变得不错了，脾气也改好，对家人的感情和态度就开始慢慢的改变。然后最后呢，我就想要介绍妈妈来教会。有一天他在看一本书，我就问他你在看什么？他是在看圣经。他问我要不要去教会，我就跟他讲，教会的人我不认识，我又没有朋友。然后他就讲说，我去到那边可以介绍你朋友然后我就是这样答应了他去到教会，然后最后我去到教会，我遇到有一群很好的朋友跟我查经，到最后呢我就受洗。很感谢上帝的，我自己本身也成为了一个社工，在我的工作上面呢，我也帮助很多年轻人，让他们能够更加的成为一个正确和好的人。我也想要把耶稣介绍给他们，让耶稣成为他们人生中的导航。在前方200米处，在知心转盘处，选择第1个出口，然后向右拐。我曾经痛苦迷惘，人
生失去了方向，太多太多的遗憾，深深地刻在心上。当发现你的存在，引领我走出阴霾，心中疑惑都解开，不得不对你依赖。你就是我的导航，没有你生活变样，走来走去像只迷途的羔羊。你就是我的导航，提醒我前方路况。主啊，我愿意一举一步跟上，无论何往。我曾经痛苦迷惘，人生失去了方向，太多太多的遗憾，深深地刻在心上。当发现你的存在，引领我走出阴霾，心中疑惑都解开，不得不对你依赖。你就是我的导航，没有你生活变样，走来走去像只迷途的羔羊。你就是我的导航，点醒我前方路况。主啊，我愿意一举一步跟上，无论何往。你就是我的导航，提醒我前方路况。主啊，我愿意一举一步跟上。你就是我的导航，也是我人生方向。主啊，我愿意放弃所有主张，让你掌管。我从小就对医药的事物感到兴趣，看到病人们的情形，就激发我希望成为一名医生的渴望。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希望成为一名医生，主要的目的就希望能够在这一方面服务人群。但是当我信主之后呢，我发现到不但我能够借助医科帮助身体有病的人，同时也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使他们有得救的盼望。身为一名医生，的确能够有一个可观的收入，但是我却选择去到贫穷的国家服务，那是因为受到我在医学院老师们的影响。我们学校的格言乃是：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从此呢，金钱就不再是我的目标了。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他使我有机会在6个国家里服务。首先是在尼泊尔，然后去了赞比亚、印度、马拉维、尼日利亚，现在呢是在乌干达。这些国家都有它的共同点，人民对于健康的知识很缺乏，而且医院的设备也很欠佳。同时呢，人民都很穷。
在贫穷国家，传染病是非常普遍的，最普遍的就是疟疾。我个人至少患上了20次的疟疾，但是有一次病得非常严重，差点送了命。在尼日利亚的时候，就有所谓的伊波拉。当时我们志工5个工作人员一同患病，而且非常的严重。我们的麻醉师呢，在1个星期就去世了。我们的烟幕非常的焦急，就请来了4位牧师一起为我们抹油祷告。但感谢神，借助他的恩典，我们又能够存活到今天。我觉得人生是一场战争，是一个基督与撒旦之间的战争，所以危险、考验的事是难免的。但是呢，我知道主向我所有的呼召，我相信他的恩典够我使用，他的平安能够保守我，就算是面对死亡也不惧怕。所以这一切的事情都不足以使我的信心动摇。我会靠着主的恩典继续向前迈进，以便完成主向我所有的旨意。我不羡慕别人商家饭后地位崇高，因我所拥有比他们的更好。我的主耶稣，他有永生之道，他是我救主，也是我荣耀。并非世界不能满足人真正需要，主因应许赐给人生命更丰盛美好。人生短处必须做出，不能再虚度，选择顺服走恩典路，让信心攀高。爱主的人，主也应许上次美丽天堂，超乎人想象，再没有比得上。城市再辉煌，总将烟消云散，不如投靠主，为永恒盘算。并非世界不能满足人真正需要，主因应许赐给人生命更丰盛美好。人生短处必须专注，不能再虚度，选择顺服走恩典路，让信心攀高。并非世界不能满足人真正需要，主因应许赐给人生命更丰盛美好。并非世界不能满足人真正需要，主因应许赐给人生命更丰盛美好。人生短处必须专注，不能再虚度，选择顺服走恩典路，让信心攀高。选择顺服走恩典路，让信心攀高。更丰盛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好。
大家好，我名字叫范少斌，我是爱能健康村的院长。你知道吗？我们这工作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慢的，经过几年的工作努力呢，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就有大概30个员工。当时候我们地方太小，我们只有1亩的地在马六甲。我当时就在祷告上帝说：神啊，我们应该再迈进去找新的地方吗？当时我梦也没有梦见到上帝会预备一座山给我。我们祷告了9个月，四处的在找地方。在一个很巧合，上帝的预备里面，有个人带来我看到这个地方。看到的时候，我心里就很激动。当时我们开会了之后，就决定买下这座山。但是我们需要钱，我就求上帝，我说：神啊，你是万能的神，你能够为我们预备，你可以给我金啊，给我银啊，从天而降。但是上帝说：别担心，他会预备。上帝感动我，当时我说：少斌，我要你先给钱，我要你的员工先给钱。我说：上帝啊，我们哪里会有钱？我们的薪资是非常少的，我们有多少钱能够给你呢？这工作要几百万啊，甚至可能1000万，我们哪里有钱呢？所以我说：上帝，我们为什么要跟我们要钱呢？我们是穷人。所以呢，我回到去，我就跟我的员工们说：我们一起先给。当时候每个员工响应，有些给1个月的薪水，有些给2个月，甚至6个月的薪水，甚至有一些员工把他银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捐献。在短短的1个星期里面，全部员工的钱累计起来也只有150千，15万马币。我们把我们全部的都捐给上帝的时候，上帝就行神迹了。上帝就借着很多人来问我说：少平啊，你要开始这个新的工作？我说是。我就告诉他们我们的需要。在6个月里面，在很奇妙的情况下，人家就把钱汇到我们的户口，200万，这是神恩典。我们感谢上帝，今天我们建设好这地方，能够造就全世界的人。愿上帝也赐福你和我，有同样的信心去完成上帝的使命。双膝跪在主前，心中涌起了爱的火焰，不愿让它熄灭。晨光越照越亮，我的心不再幽暗。窗外群山仿佛在摇晃，萌发一个愿望。上帝的爱激励我，上帝的灵感动我，愿将一生都献在坛前，全心全意扩展他的国。上帝的爱激励我，上帝的灵感动我，愿在这个叛逆的时代，将天国的福音传开。山，山顶上立一个十字架，举目仰
主牺牲的爱。我要买一座山，让此山充满快乐希望，宣告天国尽了，应当悔改，响应主呼召。上帝的爱激励我，上帝的灵感动我，愿将一生都献在坛前，全心全意扩张他的国。上帝的爱激励我。上帝的灵感动我，愿在这个叛逆的时代，将天国的福音传开。我要买一座山，山顶上十字架，举目仰望的人，都看见主牺牲的爱。我要买一座山，山顶上立一个十字架，举目见主牺牲的爱，我要买一座山，让此山充满快乐希望，宣告天国尽了，应当悔改，响应主呼召。宣告天国尽了，应当悔改，响应主呼召。So when I saw the double red line, I was a bit shocked, but at the same time also very happy. As the shock passed and I started to really realize that I'm going to be a father, that's when I started to think about all the things I want to do with my son or my daughter, and from there I also really became happy also. I think I was about 19 or 20 weeks pregnant, and so during the scan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our gynae told us that something is wrong. So that's where she recommended that we go and see a specialist. When the doctor told us again that we have to wait a few more days to know more, we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we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All we know is there's something wrong, and our baby will probably die. When we were waiting for the result to come out, I think I feel all over the place. Then we went back for the checkup once more. We were hopeful,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were also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the worst, not knowing what's going to happen. But we were very, very pleasantly surprised when the doctor told us that he saw something that he's never seen before. Some of the congenital defects that we saw previously had miraculously disappeared. And he told us, good news, now your child has a 50% chance of survival.
but I feel it was a big gamble that I'm just putting my life on the line here also, and just praying that at the end of the day, baby and I will both be fine. And on top of that, to make things worse, that might be side effect, my body was just trying to reject the baby. And it was just a lot of physical pain. But yet, on the other hand, the logical side of me knows that I have to bear the pain. The longer I can bear the pain means that the more chance baby can develop in me. Everything just happened very fast. Finally, baby came out. But instead of the baby being given to me, the baby was being immediately passed to the pediatrician. And I always tell Ming that he'll be okay. But when I saw the doctor shake her head, that was when we realized he's not okay. And by the time the doctor passed our son to us, we only have 20 minutes to half an hour to hold him while he is still alive. I think as a mom, every mom will have the same question, am I carrying baby the correct way? And it's actually very ironic because I know that he is dying. But naturally, I will wonder, what if I carry him the wrong way and he's hurting? And I just told him that Daddy and Mommy love you very much. But more importantly is Jesus loves you very much. He used to, when he was still in my wife's tummy, every night we will sing to him. We say, Jesus loves you.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Little ones to him belong. We are weak, but he is strong. As he was still alive, we were also telling him that because Jesus is strong, Mommy and Daddy will see you again. Because Jesus loves you, he will see you again in heaven. But we told him that if because of your life, one more person can come to know of Jesus' love, then your little life is worth everything.痛彻心扉，一吻还有眼泪，一瞬间让我心里憔悴。我问为什么，主啊不要戏弄我，星星顿时渺无影踪。这是感受他隐形的双手抚慰我看不见的伤口。现在我才懂，他并没有离开我，他在一切苦难背后。突然想起上帝的心中也曾有伤口。为了你，我献出他的心痛容，只愿你心中全盼望，无论多苦多愁，只要等他再来的时候，不再有眼泪和死亡，与挚爱总相逢，看不见的伤口也全化为乌有。宇辉啊，让我们一起带着希望，明年的今天，永远将会在我们的怀里。现在我才懂，他并没有离开我，
心中也曾有伤口。为了你，我写出他的心头。只要你心中全盼望，无论多苦多愁，只要等他在来的时候，不再有眼泪和死亡，于是爱从相逢。看不见的伤口，也许化为乌有。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因圣书告诉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心中全盼望，无论多苦多愁，只要等他再来的时候，不再有眼泪和死亡，与挚爱重相逢。看不见的伤口，我问为什么？看不见的伤口，我问为什么？看不见的伤口，也却化为乌有。以琳出生，那我们就发现她有一些状况，经过医生的判断，就确认她是肌肉萎缩症。以琳9岁的时候，我们就固定去看这一位医生，就确认她是肌肉的问题。那个医生就说还不错啊，以琳已经9岁了，通常这样的孩子7、8岁就没了。因为医生当着他的面跟他讲，那之后我们学校的旅行，我就问他，就是医生讲的话，你有听到吗？他说有。那我就问他说，你怕不怕死？他说不怕。那我就说你很勇敢，跟妈妈一样，妈妈也不怕死。然后就跟他说，生命不在乎长短，而在乎可以活出它的意义跟价值。他就说我知道。然后后来我想这样就告一个段落，我们就去玩了。可是2个星期之后，他就在家里在学校一直跌倒。那他跌倒其实对他来讲是很严重的，因为他跌倒他不能呼吸，所以那就是一种生命的威胁，死亡的威胁。这一些经验对以琳来讲，等于是不单单是他身体的状况，医生告诉他，他的寿命可能没办法像一般人那么长，他也在自己实际遭遇到的状况，让他知道他的生命跟一般人比较起来，相对之下，他是有可能是随时生命是会结束的，所以他就会比较想要去做各种生命的尝试。以琳她有这个机会可以代表台湾参加残障亚运，那有老师就觉得她是可以训练的，所以她才第一次接触到地板滚球。
然后就比赛，就是正式的比赛，他都打赢，所以他的脑子跟他的手的协调能力很好，所以让他在台湾就是到最后就被选出来作为代表。后来搬到台中，然后开始因为自己的遭遇，就是坐公车的遭遇，所以他发起那个低地板公车友善联盟运动，因为那个就是要帮助残障的人。是在他追思礼拜上，他的老板对他的高度评价，然后他的同事所留下来的，他们都说从他的身上看到什么是基督徒的生命跟生活。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以琳即使这么痛苦的生活，其实他的生活没有一个时间不痛的，可是没有人知道他在痛，因为他从来不讲他的痛。所以如果我们珍惜活着的生命，其实我们可以勇敢地面对死亡的，因为没有遗憾。其实我觉得以琳的生命就是要教大家珍惜生命，好好活着。爸爸，如果生命那么短暂，我们应该怎么活呢？前行，所以不绝望。我歌颂，创造主是我力量。我感恩，在忧患中依然有平安。虽然有局限，还可有梦想。要努力，坚持不放弃。不要怕，将挫败变成动力。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请不要懈怠，要珍惜自己。我相信，凡事都有助美意，心靠他，就能经历他能力。生命是神赋予，要活出最大的意义。荣神一人是最终目的。要勇敢，跨越所有的困境，不要让自卑心阻挡前进。跟将来荣耀比现在苦楚不必介意，靠主唤醒人点上雷鸣，挥过天际。要努力，坚持不放弃，不要怕，将挫败变成动力。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请不要懈怠，要珍惜自己。我相信，凡事都有助美意，心靠他，就能经历他能力。生命是神赋予，要活出最大的意义。荣神一人是最终目的。我相信，凡事都有助美意，心靠他，就能经历他能力。生命是神赋予，要活出最大的
心中的奇迹，可将来荣耀比现在苦楚不比这里，靠主欢喜，人跌上泪里，回顾自己。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Lucas。我的生命就好像一幅的拼图，在不同的阶段就有不同的款式。我在小的时候，因没有自己的自主权，所以只有一副父母留给我的拼图。然而，这拼图因着父亲的外遇而变得不完美。我从小就在一个害怕、恐惧的环境下成长。中学毕业后的我，就开始一个人离乡背井，来到了大城市生活。在这五彩缤纷的大城市里，我不但没有学坏，反而在室友的带领下，我认识了主耶稣。认识耶稣过后的我的母亲竟然在这个时候患上了癌症末期。我照顾她1个月过后，她就离开了我们。我感恩的是，母亲接受了耶稣才离开。我人生最大的转捩点，也是我觉得最污点的一块冰块。我跌入了诱惑，和我父亲一样。当时女朋友离我而去，我突然感觉我不配生存在这世上，也不配做上帝的孩子。这样的一个念头，使我最后选择了自杀的道路。我记得，当时我是站在一个高楼的顶处，我的心情很沉重，我觉得我的未来是绝望的。我很想往前一跃，不过很奇妙，上帝就在这么重要的时刻，用他那怜悯慈爱的一股力量，借用了一个教会的姐妹打了电话给我，就这样子唤醒了我。我自杀的念头顿时消失，我整个人都充满前所未有的喜乐还有平安。我感觉就好像是一个全新新造的人。那一次过后，我的人生在耶稣奇妙的带领下，现在已经有一个完美的家庭，2位可爱的女儿，也开始接受原谅了我的父亲。最后我想告诉大家，生活上难免会有许多的挫折，周围难免会有许多的诱惑，劝勉大家别把不属于自己的拼块放进在你的拼图里面。凡事交托，凡事仰望，因上帝早已经在我们的拼图里准备好了一幅美丽的蓝图。有些东西虽美丽悦目，却是陷阱，能叫人万劫不复。有时一念之差，铸成的大错难弥补。对于罪，因坚
拼细凑寻找所要的幸福，一心想追求完美，结果却伤痕累累，生命拼图也变得支离破碎。又是一念之差铸成的大错难弥补，对与罪应坚决地说不。人的一生就好像一幅拼图，东拼西凑寻找所要的幸福，一心想追求完美，结果却伤痕累累，生命拼图也变得支离破碎。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无底洞，越是追求心灵越虚空，所做一切就像在捕风。人的一生就好像一幅拼图，永恒主所赐的福是人付出，不会带来任何忧虑或痛苦。何不让它来介入？何不让它来重组？在它那里有最美的蓝图。永恒主所赐的福是人付出，不会带来任何忧虑或痛苦。何不让它来介入？何不让它来重组？在它那里有最美的蓝图。何不让它来介入？何不让它来重组？在它那里已有最美的蓝一个蹒跚学步的周岁孩子，拿起了掉在地面的水果刀，在自己的胸前摇摇晃晃，得意不已。这时，妈妈看见了，急忙走过去，屏着呼吸，拿起好玩的拨浪鼓，尽量淡定地摇出清脆的声音，然后对着孩子示意要彼此交换。孩子思量着，然后将刀子往面前一伸，妈妈马上握住了刀锋，尽管刺痛了手心，却还是微笑地跟孩子交换了玩具。亲爱的朋友，当你看到耶稣的十字架时，你是否明白他的心意呢？我们本是罪人中的罪魁，却因着耶稣的牺牲而白白地得到了救恩。当我们还不清楚、还不明白的时候，他就已经以命换命来救赎我们了。这样的交换，你愿意接受吗？生命是多么无悔，连我自己都觉羞愧，你却掩面不看我的罪。我不知如何像你那样深情，
一生交托，让你的灵来引导我，使我能遵你旨意生活。但是并不止这样的决定，是在与主交换生命，就在一脚一节瞬间，它进入我心里面，使我终生改变。罪人如何能够称义成圣？我想了又想，还是想不通。我的生命是多么无悔，令我自己都觉羞愧，你却掩面不看我的罪。我不知如何像你那样圣洁，也不知如何能让你喜悦。我愿将我一生交托，让你的灵来引导我，使我能遵你旨意生活。但是并不止这样的决定，是在与主交换生命，就在一脚一节瞬间，它进入我心里面，使我终生改变，使我终生改变。并不止这样的决定，是在与主交换生命，与主交换生命，在一脚一节瞬间，它进入我心里面，使我终生改变。就在一脚一节瞬间，它进入我心里面，使我终生改变。全球高温动辄40度以上，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有上千人被热死。福岛核一厂发生氢爆之后，测出超高标辐射，全村撤离。叙利亚的拉卡省呢，已经成为恐怖组织 ISIS 的大本营，又是家常便饭。欧洲再度上演恐攻后面，比利时部最重要的任务要营救卫生受困的居民出来。政经记者记者，下一个会是谁？倾听内心深处传来微笑的声音，今生为主而活，还是为自己打拼？现今我们的救必初心只是更进，赶快扬起十架，旌旗做基督精兵。主的爱在十架上已显明，主的爱有多少人已回应？主是我们的方舟，当末日来的时候，他要带领我
天上的港口，不要再诸多借口，不要拒绝他保佑。因在普天之下，没有别名能靠着得救。听内心深处传来微笑的声音，今生为主而活，还是为自己打拼？现今我们的救必主心只是根基，赶快扬起十架，旌旗做基督精兵。主的爱，在十架上已显明，主的爱。有多少人已回应？主是我们的方舟，当末日来的时候，他要带领我们平安到达天上的港口。不要再诸多借口，不要拒绝他保佑，因在普天之下，没有别名能靠着得救。地球已惨遭蹂躏，人类真濒临绝境，怎么能不预备、不惊醒、不惊醒？当救恩的门永远关闭，后悔来不及。当神下达指令，收回生命，罪更无禁忌。当那天使双手四方挂起，战争将不息。当那极大灾难连接降下，谁能挡得起？主是我们的方舟，他要带领我们平安到达天上的港口。不要再诸多借口，不要拒绝他保佑，因在普天之下，没有别名能靠着得救。不要再诸多借口，不要拒绝他保佑，他要带领我们平安到达天上的港口。馬太福音24章第7節，講迄個時陣，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有濟濟饑荒，有濟濟地動，有濟濟這個災難。咱看最近這個災難一直發生伫咱的四周圍。透過這個生命的見證，主要所甲咱講。恁離世真有苦難，總是佇我有平安。我對咱受邀請來，也是講你還未接受耶穌，成做你生命救主的朋友。耶穌對咱講，佇我有平安。這個人因經歷佇因生命中間，有做這個苦難，甚至想要結束家己的生命，總是耶穌講。我來就是要讓恁得到活命，並且得到更加豐富的活命。所以我要請問，我要請問，今天你還沒有接受耶穌成為你生命的救主的弟兄姐妹、親愛的朋友，今天耶穌要將這樣的一個永恆的福分，要賜給你，要祝福你，你要得着嗎？你想要得着這樣的一個福分嗎？你有想到要得到這個永活的福分啊無？如果你心內有想，請你舉手，舉起你的手。今仔日上帝就要將這款的永活的福分來賞賜給你。在咱在場的這個慕道的朋友，你想要得着嗎？你願意的，請你舉起你的手好嗎？好，謝謝，我看到了，請放下。再給你們一次的機會哦，生命是那麼短暫。拄啊一個見證講，生命不在長短，在什麼？它的意義跟價值。你有沒有得着這樣的意義？你把握住嗎？今天晚上，如果上帝說，孩子，你要結束在地上的旅行。
你要怎么样去面对？你已经有把握住你可以得着永恒的祝福吗？我再一次的呼召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是还没有受洗的，你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吗？我们上礼拜五回到台湾，从土耳其回到台湾，其中有一位姐妹，她发现她的护照不见了，就被扣在移民署啊。我们在行李转盘那边等待，她在那边哭泣，那大家为她祷告，终于在机上找到她的护照。终于可以出关回家。圣经说，只要相信，就能够拿到什么？天国的签证。阿们吗？今天你要得着这样的祝福吗？还没有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你要吗？如果要，把握住最重要的机会，最重要的抉择，再次的举起你的手，好吗？把你的手举起来。今天这样的一个祝福就要临到在你的生命当中。第二个问题，我要问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些年轻人，他们愿意花时间，付上代价，来到这边，我相信大家都很感动，大家都很感动，对不？为什么他们愿意？因为耶稣在他们生命当中，在那生命中间，让因看见上有价值的。今日兄弟姊妹，我呼召恁，你在你的性命、你的金钱、你的才能，你欢喜让上帝来使用你吗？如果你若愿意，欢喜的人，请你举起你的双手好吗？请举起你的手。感谢主，请你放下。咱做伙来祈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来就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你来就是要让我们得到活命，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丰丰富富。让我们无论是无道的朋友，也是我的兄弟姊妹，我邀请因来。我心中有真大的期待，就是毋望因会通认捌耶稣，认捌改变因命运的这位救主。在这个末日的世代，求主你帮助，互阮这亲爱朋友兄弟姊妹，因会通抓牢迄个永远的祝福，永远的一个签证。主啊！你来要帮助阮，互阮的生命毋是干那活得丰富，也会通成做丰富的管道。阮的兄弟姊妹愿意将因的生命、因的恩赐、因的才能分享的时阵，求你赐因，叫众人因为阮分享阮的性命，会当看见、认捌、领受永远。这位救主永远的活命，求主来帮助阮，互阮伫这个末日的世代，阮会通真做有梦。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神欢呼，他是永恒主，也是终极归宿。神，我要敬拜你，尽心尽心尽意，愿你领永建立，荣耀都归你。你是天
确认是我，是我心折服。至高的神，至高的神，我要歌颂你名，诉说你的救恩，诉说你的快乐欢喜。你是自由拥有，宇宙万物源头。你奇妙的大爱，人不能参透。你爱听祈祷声，那以色列世人喜欢人听你爱动你和平。至高的神，至高的神，你有慈爱怜悯，配得尊荣权柄，光心和无敌。深邃的无法推诿与否定，精巧的设计，充满天和地，天地万物都在彰显你。至高的神，我要歌颂你名，诉说你的救恩，诉说你的快乐欢喜，你的快乐欢喜，你是众机会诉。咱拍宝将荣耀归咱的主上帝。啊，拍宝感谢咱316或者的见证团队，你会当用你的行动来支持因传福音的事工，你会当伫楼骹因所创作的，会当透过恁的支持，透过恁的奉献。来支持更较多因伫世界各所在的这个事工，咱出来祈祷，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天父上帝，阮透过这影片看见你奇妙的创造，互阮知影阮的活命是对你来，你听阮，爱阮过伫一个幸福人生。总是有当时，阮照阮家己的方法意思。阮拄着做这的太艰甲苦难，总是主你有缘用你慈爱的双手，来引带阮行入你稳定的道路。主耶稣，你来就是要透过你十字架顶的救赎，帮助阮，互阮会当找到一条人生活命的出路。主圣神，求你来感动阮的心。启示阮明白知影，阮无法度靠着阮家己开力，阮只有靠着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阮才会通有永远的望。愿主耶稣的救恩临到恁，天父上帝听为累恁，愿主圣神继续引带恁，直到恁领受永远的福气，也成做上帝伫这个世间受阮束缚亲友的管道。阮同心伫你的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咱搁一面拍鼓仔来荣耀归予咱的主上帝，咱来祝福因。请咱列倒，咱安静。可以放那个生命拼图，可以有没有放生命拼图那个影片？可以。
咱下礼拜就到这吼，咱会通到楼骹，也是讲你用你的奉献来支持伫因的事工。我们请316的团队哦到前面，我们一起照一下相哦。有些东西虽美丽悦目，却是陷阱能叫人万劫不复。邓医师。有时一念之差促成的。咱中间有感动的吼，等一下他们会访问，会访问咱吼，会伫遮来访问咱对这西瓜见证会的感想吼。我们先大家一起照一下相，这样吼，然后再邓医师。一心想追求完美，结果却伤痕累累，生命拼图越变得支离破碎。定落来。有时一念之长老，大错难弥补，对与罪，应坚决地说不。人的一生就好像一幅拼图，东拼西凑寻找所要的幸福，一心想追求完美，结果却伤痕累累，生命拼图邓医师，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无底洞，越是追求心灵越虚空，所做一切就像在捕风。人的一生就好像一幅拼图，永恒住所思的俯视人付出，不会带来任何忧虑或痛苦。好，那个丽姐来，那个拍照一下，这是教会的部分，先代表教会来